女士们、先生们、来宾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绍兴县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主办，上海东方电视台戏剧频道、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和上海天蟾京剧中心演出公司共同承办的东方戏剧之星陈飞的专场越剧风采展示呢，今天在逸夫舞台隆重的拉开了帷幕。哎，张明晨，你看，得知陈飞今天要在逸夫舞台举办专场，那么多上海的观众都来给他捧场了。因为陈飞的确是大家非常喜爱的绍兴小百花的一位当家花旦。没错。而且呢，熟悉他的朋友也知道，他是傅派创始人傅全香老师的得意门生。其实早在10几年前呢，陈飞就凭借着《情探》当中的这个行路一折而享誉乐坛了。他的富有激情的表演和唱腔，还有出神入化的这个长水袖的功夫，看得大家是深深的陶醉啊。是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东方戏剧之星的系列活动呢，起始于这个2002年，而且呢，我们不但是推出了我们上海本地的一些优秀演员，并且也是不断的给大家介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的有实力的演员，体现了我们海纳百川的这个精神啊。是啊，是啊，你看，光是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呢，我们已经先后推出了吴凤花、吴素英。那么今天我们要推出的是陈飞，第3朵花。一说到这个绍兴小百花越剧团，我觉得有4个字可以概括他们的独特的魅力。哪4个字呢？那就是文武兼备。而文武兼备在陈飞的身上呢，也是非常的突出。所以呢，他今天的专场演出当中，首先要向大家表演的就是根据同名的昆曲改编的百花山。那么在这个百花山这一出文武兼备的剧目当中，将一展他的风采。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欢迎陈飞为大家演出。
一句马虎在八卦山下，看来是要对我军报仇和悔。哼！城中有虎王守贞，也有海军一帮相助，令我水族三口，料他们是寸步难进。公主，等你得胜回家，你那相亲相爱的黑驸马，定要将你夸奖一番。多谢。城中失事，命我速速不准马队守卫城去。是。公主，城门失守，敌不用去，老王爷为财担心。公主，老王他被身亡了。黑军何在？黑军何在？他为何不把我牢啊？公主，打开城门，放进敌兵里求父嘛！杀死了我的义父他。就是黑军，凶手就是驸马，好臣子。都算听闻，今天。万见春心童子娇啊，也算是还是与家，此爱乱了心伤。原来他恨都没嫁过，把花语懵懂终结家。可了我回了家，撕心裂肺恨滔滔，永把花有言无知愁人偏，还得这他好赛我一跑，家财滚去今早出去成自乱当笑。公主为老王发愁，不为臣子。为老王发愁，特为臣子。为老王发愁，特为臣子。好，我一定要看下黑军出手，为父王报仇。共将归有，守卫城去。是。
公主，你我恩爱夫妻，何必同道同歉？夫妻，卖身黑君还无耻，为我曾害我丧尽天理。前不年朝臣相交真心爱，更将终身来考验。我问你为何心思受些痛，竟将情人自私体。我与你私了吧，儿小个边才地，早为母王殿宗旨。十几结交为满了，才与你反女有情义，好册子。原来是虎狼之心陈恶毒，虚情假意献殷勤，献殷勤。会不给不便郑家受气容，空有郑家一片心，一片心。有什问，故待陈一声，陈一声。邱锡奎，苦而去，曹军一条命，一条命。青啊，青龙剑，你乃恩师，亲手所赐，我却将你的一波增进了狼心狗肺之身。黑军，把趁你身上的勇劲，今日我要让这青龙宝剑丧尽黑夜，去海的性命。青红剑，银光四边，剑气凌厉。只管他妻子是恨我，令我才决真意，奸情乱猜，又在情中意，岂用你心怀诡计，不恩恨伤害天理，不疼乡里无正义，这情里外心当商量之意尚虚实，官才恶臣尽真恩情。年
投降吧！你的夫妻一场，并不元帅，你我还可言归于好，言归于好。公主，我就已将你团队为止，你快投降他！你快投降他！你快投降他！嘿，要我投降，有失区分。父王，女儿对不起你呀！我们三位王臣，公主，陪我们三位王臣，公主。陪我们三位王臣吧！从将死，三位臣去。刚才这一折百花山哈，的确，是显示了陈飞的一个文武兼备的特色。不过我觉得看了刚才这一折戏之后啊，我非常有感慨。你看这个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确不仅仅是文武兼备的一个团，而且呢，它有一种团队精神。你看跟那个陈飞配戏的，不管是我们的龙套演员，还是一些著名的演员，都是一丝不苟。对，像刚才这个吴凤花。对呀，你看吴凤花扮演的这个海俊啊。作为这么一个反派小生，在跟他对手戏的时候，也体现了吴凤花身上的一种武功的底子。对。也许观众朋友没有感觉到吧？一出这个百花山的表演当中，其实对陈飞来说啊，是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意义非凡。没错，大伙儿也许真的是不知道，就是这一折这个百花山，差一点点。使陈飞成了他这个演艺生涯当中的一段坎坷的经历。这个其中呢，还有一段非常动人的故事。那么在这儿呢，我要告诉大家，在2003年底的时候，当时呢，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啊，准备为这个陈飞啊去申报这个梅花奖，因为陈飞在越剧舞台上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为了表彰他，所以他们准备在北京呢举办一场陈飞的个人演唱会。没有想到，就在进京的前夕，
陈飞在排演这一出这个百花山的时候，从高台上翻了下来，不小心把这个脚趾给骨折了，而且是严重的骨折。对，当时进了医院之后呢，医生说可能他以后不能再演这样的武戏了。也就是因为这个曲折的这个一段经历，使得2003年年底进京去参加这个梅花奖的演出，就成了一个泡影。这个梦想戛然而止了。没错。而且医生说他可能永远回不了舞台，也是对一个正处于盛年期的一个演员来说，是等于下了一纸判决书了。是啊，是啊。但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勇敢的陈飞呢，没有向命运低头。经过了3个月的顽强努力，他终于重新站了起来，又回到了舞台上，回到了观众当中。我觉得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毅力。所以今天当在舞台上，陈飞把自己的第1场专场正式奉献给上海观众和专家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他在背后付出的努力和心血。所以在这儿呢，我觉得陈飞的确值得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对他表示敬意。
我不认识你，你要带我到哪里去？我不去，我不去，亲妹，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不要过来，再开，再开。
看这人有一曲，银旁楼头月黄昏，今夜婢女在听。
你们要怪我这，不要怪我这，这情人就是我的家呀。你们要是管了我，叫我到哪里去呀？当初是你们抢我进门，逼我买香，我为你们产下了多少香烛宝马，多少黄金把你害我青春耗尽，憔悴伤身。你们不能怪我这，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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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我这，我求求你们，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宝儿、王八，你们见谅好在。小城遇到事情，一猜无妨。来寻空留下
花
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绍兴啊，绍兴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绍兴培养出了很多很多的人才。我们这个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呢，在全国现在是享有盛誉的。其实，在绍兴除了越剧之外，我们知道还有这个绍剧。还有这个莲花漏，这个莲花漏就是我们绍兴人民自己唱的一种歌谣，来歌颂新的生活。哎，非常有浓郁的这个乡土文化气息，对不对？对。那今天晚上呢，由这个土生土长的咱们绍兴姑娘来演唱莲花漏，应该更加的原汁原味啊。是。唱的是我们的莲花漏的哪一段呢？唱的是翠姐姐回娘家。哎，请大家欣赏。我出来就说话。三师傅，今朝是跟节个日节，你快去准备准备，我一道去买小鸡。哎呀，他今天老太婆年纪大点了，他今天要忙鸡耶。哎，去看他提醒我啊。三师傅，我帮你把小鸡烤起来。哎，慢慢讲，慢慢讲。哎呀，那班人啦，年轻人手势重。哎，我这班五小鸡关系一只西瓜烤个啦。这么好个，俺俩多装就要等哦。哎，好个好个。姐妹们，走，三师傅，我起来。哎呀，哎，好好。哦耶，这班五小鸡哪个要干有趣的呢？一只、两只、三只、9只、10只，一只都不缺。哎，烤炒烤炒，哎，那烤炒，哪个里来的？我到里头多来气啊！翻炒翻炒，来的，哎，正啊月里来是啊心情，说西嘛说西那个汤，青山月呀，金色里。金儿欢夸鼓啊，情啊情，那一花轿陪我进山墙，金色里思念一股才为娘过为个地。梦中与爹娘常相见，在梦里爹娘见我是笑，哎呀笑，哎呀笑眯为个眯，不等那长足青云把脚儿抬，
婆婆非那个老王里，恨不得一句话都把你听。是一张无小鸡。哎呀呀，那个一叔叔都飞动的，跟那个妹妹，喂，搿啥子那个吴小姐？喂，搿啥子那个吴小姐？猪。三叔伯，来，米去是米饭。一只、两只、三只、9只。耶，那个去了这里，那还有这吴小姐啊？耶，我个这吴小姐，哎。侬在不在德丘里个阿菜姑啊？阿在，我在阿菜。哦耶，侬慌慌张张去说了侬。啊，三叔伯，我女儿慌慌张张，我为娘过去。对个，侬3年媳妇做么想为娘过去的。三叔伯，那么我去的。好个，慢慢讲。阿菜姑啊，三叔伯，侬年纪轻，眼福比我好，才不在帮我选一选，这里要几只吴小姐多。我来帮你选。好个，一只、两只、三只，才不在10只、30只。那，看我选那个9只那个。才9只。对，侬年纪比我轻，眼睛比我活，还还有这吴小姐哪里去那个呢啊？我都要去马个家。这怪我心慌太深，吴小姐三叔伯东心西找心发急。我说是因为真情就离开，苦老人上天为个理，想起这姑娘的名，中儿老人要老姐，我还是空着小姐去赔礼，恳求叔伯莫伤情。三叔伯啊，那个这吴小姐来他这里。来动呀！哎呀，来动就好。哎呀，来。那个是个非动大的人哦，哪个钢琴啊？三叔伯，叫上叔伯，我表上去。猜我实在对不起你，这因我多年不为娘过去，心急火辣，要聚为不起，走路他街不当心，他是我一张吴小姐。小姐，先弄这个特色个3个。哎呀，可怜呐，侬那个中国这吴小姐得是啦。三叔伯，跟着我们心肝宝贝肉啦，侬现在正当在顾人啦。哎呀，这三叔伯这吴小姐得啥子？是我。我要弄赔。我赔，三叔伯。
同为个义。也等我杨过起鼓为尊来陪我一阵，究竟从个多心为个急。而等我求长征去一趟，不我走一件去唱个多名。再等我向我峰上去扫香。大吉大利，哪个玩大吉大利呢？哎，你今不吉利的。本来今朝我要去见这个大去是这吴小姐，这个叫做是前些美家，那现在就揪着的出来着，承担着不吉利的。我要侬赔，我要侬立刻马上赔。要我马上赔，我是赔不出的。赔不起，两个夫妻去，走到车车里。哎呀，斗秋里我不能回去，再问我又回去，今朝俺婆婆一定不让我再回娘家去。今朝回去，明朝好。哎呀，再回去呗。我说我只拿我是从过到斗秋里已经4年多，要回娘家去的。啥个？俺斗秋里就3年没回娘家的规矩，侬讲4年没回娘家。少人会相信这警察。三叔伯，叫我侬不相信，就连我媳也不相信。三叔伯，不要生气啊！来，送。三叔伯来，送。三叔伯。那一年猜我出国到德清。几经那三清三秀没无为个比，不料想山里事故有规矩，新媳妇3年之后聚为个妻。我这老鬼从此我里家在忙不休，起早落夜做事体，因亏得丈夫是我家小妹妹，公婆对我不错为个妻。3年光阴好蘑菇，做成个规矩莫实际。到了第4年的正月里，我想回娘家去，我去个婆婆。婆婆面孔的笑眯眯，捧着往里听啊，子啊心。依我到新媳妇头大为娘家，干个日家要吉利，说是日家不吉利，出门不人又回去，回去打到娘家的，娘家讨的那西为个西，回去打为富国妹，富国个门庭呀生在起，好一家庭要开一个，真有出门这不是啊你。我问婆婆为说，婆婆我正月里人来渴望着忙兮兮，上手指万钱靠你。婆婆说我有道理，我要为娘家，要为娘家的义为个理。才知道了你有理，丈夫上阵做上为个义，迎春云歌要朝我，公公义，手艺出名的比亲戚，我怎能回家去看老娘亲？这一边流落婆姑亲戚呀。
老人我。你有两个人不能娶，我要为两个三月郎的三月里鸟语花香，春光。坐东东方大鼓起，打开箱子莫错意，心想被婆婆烧早饭，我淋漓在门庭为个地，四通关进个七个里，哦哟哟哟哟，味道我跑进了汤锅里，我领去包谷上了路，哎呀，绑进了仓库为城里。初次出门做生意，当头看闹着飞下去，今朝里呀订回来，我俩就要上人气。你听一美女，我一番，我只好退回屋里。那种小媳妇了，当着老公就忘记娘了。干什么？不能去，只有抓着这忙西为个西，有种的要是的落去哟，何时何种么多事体，但有一金秋风起，面面苦做不起，时令到了9月里，别再小所有事体，你我要做毛家戏，要比头山做前妻，头山好做我心不定，牛口顶在个背脊里，哎呀呀呀呀，牛排顶在个小肚里，顶上插落，顶上头山做好的实用为个里，实用娃落了天，你这起名叫思熙，谁那个哟上有美门人不能去。这个早餐娘刚才不好回去哦。干什么？我说，我说，3年哟，我冒他些纷纷飞，纷纷飞。这个大学有不好回去的。不小心太生我30个有这吴小姐，所谓背弃为得求，婆婆定我不吉利，今日我为娘过妻，我何日再为娘过的什么？就那个为过来人，允许我推我爹娘再上你家陪他哩，陪他哩。你们不要去折起来，那，侬没折起来，侬没折起来，我也就举了来。三什么？蔡姐姐讲谁过嘛？侬就放伊走么好噻。三什么？我来蔡姐姐陪侬搿只吴小姐。啊，侬来陪我耶？喏，我来你的小姐啊，侬欢喜给一只。耶，侬对对哦，我来你的小姐啊，侬欢喜给一只。耶，这个我打来我老太婆要发姐姐。对对哦。那把我老太婆当成什么一个东西？蔡姐姐，我
姐，我看侬还是怕死道。谁不是我怕死道？怕死道？道是不好道过。阿千姑啊！阿千姑啊！哎呀，阿千姑哎，刚才我老太婆还个顾问的委屈侬的啊！侬啦，现在俺得出了一个好媳妇，今朝我非但表侬为小姐，那还要送了一只狼干什么？不紧张喽！老大屋里头不拿家家，我不心思。来，就了，我这个夹给。哎呀，这不公去不去找你下子。来，我不让再过来。就是阿千姑来娘高去，来俺公公要去点酒，今天送他一斤啊。把小姐扣起来。我用大毛带着我，你个小姐啊，我一直喜欢我。头毛归头毛，猪毛归猪毛，哪少不可以嘞？接下来，陈飞要献给大家的是杜十娘当中的投江。这个投江呢，几十年前傅老师就已经演过了，大家对这个投江是非常熟悉。杜十娘怒称八宝箱嘛。但是今天陈飞表演的这个投江呢，跟傅老师还有点不一样，他在傅派的艺术上又加入了新的一种意义在里边。下面就请大家欣赏陈飞为我们表演的投江。夜儿花醉后，心事诉江湖。死后就泄露，为生不知福。唉，十娘啊十娘，你的孙中派我为家，怎知我心中无计可施？弟弟自我娶了个青楼女子，十分恼怒，派人捎来书信言道：倘若我对你委屈，他要当断我腿，与我结了父子之情。哈哈哈哈哈哈！这个少年公子，当初凭着一腔义气，结交了京都名妓杜十娘，还傻兮兮的要娶她进门，这种事怎能当真？他老阿爹堂堂女婿，哪能用一个青楼女子当做儿媳？我才认容弟弟，岂不伤了你心？我才不认弟弟，父子决裂，岂不负家苦？看着李家，今夜不是，太夜不是，成了你姑上的骂你。还是我劝他，女人不当家，结什么这要紧？当着我自己也有个小说本，花的钱那个十娘就跟我走了，哈哈哈哈哈！轻轻松松离人一离己哟。喂，李公子，我花17两银子买了你的十娘7两。1000两。十娘，这么早就起来了。公子夜风不归，十
这娘出来相迎啊！我在生父那里应了些句。生父是个做生意的，难道你也和他谈生意吗？生意？不，公子，你怎么惊慌不定？我喝酒喝多了，难怪连这娘特意的装扮你都没有看见。你今天怎么穿了这身新样的嫁衣，打扮的如此隆重啊？不是学快到你的家了吗？家？可是我弟弟是在等我们回家。三娘我，你高兴就要到家了，是不是？是。可是你弟弟今日带位媳妇回家，一定高兴万分，对不对呀？三娘我弟弟他，公子，你看这船再往前开，就到相公的家了。你是姑，你要带我离开那烟花之地，跟你回家，回到我们的家。三娘，我弟弟他，不，公子，你让我再想一想，这家的样子一定会很温馨。三娘，我带不去。你弟弟言我是个清冷女子，不容我进门。你都知道了，你万般无奈，1000两银子却把我独生娘卖了。不是买，那是什么？只因我身为文门之弟，家教敬业，不像生父那样他也喜欢你，情愿带你回家。我实是走投无路，只好出此下策。娘，想当年到今日，他必成为深城中与神娘两情相悦，结下了不言情恨不能踏入此生同一位，与你比长上飞，30日零落深山无心。
难逃生，一语作鸟情趣别，难逃生，每次塞门彼此情，难逃生，我会想在今世中，这情谊反陪你，身派名利无家不归。杜子娘，你就不要再来为李相公了。本来是也得往京进州应试，谁知千金散尽，情欲飞上，却得为顾青楼女子。这李氏的家风恐怕是容不下这样的风雷哟。倘若他一意孤行，谁你离家，他的前程前程，李相公，你要的只是前程吗？师娘，你我终有心意，但我不能不顾爹娘，不顾家门。今日原文一行，你就随他去吧。原本一情，原本一情。你这去要带我走吗？是啊，是啊。李公子啊，你看他今天打扮分外娇丽，好一个新娘子的模样。他心里欢喜得很，早想与我同归来。毕竟是个青楼女子，也罢，冷得青山落水长娘。李相公，你总算要奔前程，也不才这一事。我已无话可说，你无话可说，可是娘我恰有话未讲你。十娘有什么话对我讲？滚开！你是什么东西？你只不过长着几个臭劲，花天酒地玩弄女子，不知羞耻的市井小人。你需要过来，江点点父老乡亲。
诚心。你知道世上钱财必成从，岁岁慢慢恩情。你到那情人女子都是你，个个要攀见你富贵城。我笑你当初算不用话错当世上的情义，你难分清。总有钱财外满情，一次给我你还不是。李姐，你好可怜呀！你曾开口心来痛。血梦当如同
就跟我走，你是我花了1000两银子买下的1000两，1000两，正差我3两的身家，你们看。你们说这些珠宝值多少钱吗？家人猎人呐！师娘，你怎么有着许多贵重的东西？哎呀，师娘，我恳请你了，你了不起呀！快让我回家吧。你说这串珍珠值多少钱呢？起码这3000两啊！那你买我他了1000两，难道我杜十娘还不是这一串珍珠吗？师娘，我的珠宝啊！你有这许多贵重的东西，早知这样，你就带我回家，是不是？是。可是李家，你看这些东西好不好？这不值钱，你我相亲相爱，可曾送我这样的礼物？没有，我哪里送得起呀？李家，你还不明白吗？你看这些宝物外面金光闪亮，内中全是师娘的苦泪呀！情泪谁有所在？神啊，可看心里，他们高兴了，谁敬我金银珠宝？倘若我有本的反抗，打马超龙不辞多皮，我恨这些肮脏的东西。可是我又小心地把它藏在箱底，我这盼望有一天他们能帮我离开那肮脏之地。我又盼倘若如果老老实实真心爱我的人啦，
明知你囊中羞涩，我不想做，为的是困你对我的一份情谊。有了这份情谊，神娘一直珠宝捐给了你，我愿做可是区区一千两，区区1000两，就断送了你我的情谊，断送了神娘一生的梦。事情无论你不好了又有后用，难道我要用它去对美自己？难道你不怕太外离门家风？难道你要为风尘女子断前程？总算你呀
我心一句足以停，潮水汹涌从我心里，好一份真言。亲爱的朋友们，陈飞的越剧风采展示的专场演出呢，已经结束了。对。那我想呢，观众朋友那么热烈的掌声也给陈飞以热情的鼓励。所以呢，我想此时此刻呢，陈飞也有很多话要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我们来听听，现在陈飞他最想给我们大家说的是什么话？来到东中来，好不好？我想千言万语我无从说起，我只想说的是，我们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得到了上海东方电视台和天坛京剧票务中心，还有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对我们一直以来的厚爱，在这里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你们在今后的日子里一直关注我们绍兴小百花，一直厚爱着我们，谢谢你们。那个陈飞呢，刚才也告诉我说，他说他所有的进步呢，都离不开他的恩师傅全祥老师。那么在这儿呢，我想，我们也用热烈的掌声来谢谢老师的教育之恩，谢谢老师的培育，谢谢。
虽然我们今天的这个陈飞的专场结束了，但是我们的东方戏剧之星的系列演出还将继续的举办下去。是啊，那么下一个东方戏剧之星呢，我们依然是面向全国，对，向大家力推的是无锡市戏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黄静慧。哎，那么今天在这儿呢，我们将举行一个简单而又隆重的交接牌的仪式哈。现在我们有请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团长陈景高先生，要把这个东方戏剧之星的这个标牌转送给我们无锡市戏剧院的院长钱浩良先生。好，欢迎两位呢，同时呢，也让我们请出我们下一届的东方戏剧之星黄静慧小姐，掌声欢迎她。好，我们有请黄庆慧。我们也在这儿呢，掌声预祝她获得圆满成功，好不好？希望大家到黄金会演出的时候也纷纷前来捧场，谢谢大家。好了，那么现在有很多戏迷呢要把鲜花送给陈飞，让我们请我们的戏迷把鲜花送上来。好，送给陈飞，送给傅全香老师，送给所有的我们绍兴小百花的优秀的演员们。